咁咧，首先我整嘅網站係關於香港愛護動物協會嘅。咁我哋見到首頁 home 咧，咁首先就見到就係歡迎大家嘅一個句子係咩咧？就係歡迎大家嚟到愛動物關愛協會。咁係講我哋係個主題咧，係致力於推廣動物嘅福利啦。咁拯救被遺棄同埋受虐待嘅動物啦。透過一啲社區同埋教育嘅參與咧，去培養一個人嘅同動物相處一個社會。咁呢個就係 home 嘅一個介紹。咁第二個咧就係講關於愛護動物協會嘅一啲歷史啦。咁其實我哋見到咧，其實個網站就寫香港愛護動物協會其實成立於1903年啦，係本港歷史最悠久嘅動物福利組織，都係華人社會最早成立嘅動物保護機構之一啦。咁講翻自創立以來，咁呢個會其實都一直致力於防止去虐待動物啦，咁去推廣一啲尊重生命嘅理念，並提供一啲庇護啊、醫療同埋領養動服務去俾動物啦。咁透過一啲直接嘅行動啊、教育、政策倡議，咁就描述翻其實呢個組織係致力於去改善動物嘅生活狀況，同埋構建人與動物去一個共處嘅社會啦。咁同埋第二段咧就係、我略略咁講啦，就係講翻核心使命啦，同埋一啲服務啊，呢間NGO 嘅服務啦。咁係呢間協會就係包括24小時緊急救援熱線啦，咁全面嘅獸醫服務啊、臨時嘅庇護領養配對啊，同埋一啲社區嘅教育服務啦。咁係咯。咁就第三個啦，就係教育方面啦。咁就係呢個協會就係透過一啲學校講座啊、社區展覽同埋提供一啲教學資源，咁積極去提供翻啲公眾嘅動物嘅福利嘅意識啦。咁同埋呢個頁面仲講翻，其實呢間中心係佢會組織義工培訓同埋公眾活動，去鼓勵一啲市民去參與動物保護工作啦。係啦，同埋咧呢一段文字又主要係同班訪問呢個網址人講咧，其實喺香港愛護動物協會咧，其實喺教育方面咧，其實協會都會透過一啲學校嘅講座、互動嘅課堂，跟住社區展覽同埋教學資源啦，咁積極咁樣提升公眾嘅動物福利意識。係啦，咁同埋都講翻其實呢個組織係會做啲咩咧？咁會去組織義工嘅培訓同埋公眾活動啊，去鼓勵市民參與一啲動物嘅保護工作啊，等等。咁之後就咁呢啲咧就係我略略咁樣講呢間中心喺呢個網址裏面嘅介紹啦，同埋呢一頁咧最後個 part 都係講翻呢個愛護動物協會嘅總部喺邊啊，或者係分部喺邊啊，或者係邊啲地區係有啲中心同埋診所。咁同埋都會歡迎一啲睇呢個網址嘅關心動物嘅各界人士去加入佢嘅使命，或者係邀請佢哋即係吸引多啲人去擔任義工、捐款同埋領養動物啦。咁定係參與一啲教育活動，咁同你講每一分貢獻都可以為有啲需要嘅動物嚟帶來一啲轉變嘅。咁咧，我再 click 翻去 Our Service 嗰個掣咧，就見一開始嗰個張相就見到隻狗仔啦。咁下邊就係我哋會講翻我哋中心嘅一啲宗旨，就係我哋會熱愛動物，去全心去投入我哋所做嘅一切。咁講翻其實香港愛護動物協會其實會致力去為一啲需要嘅動物去提供一啲全面同埋持續嘅支持啦。咁我哋嘅服務唔單止係限於緊急救援同埋醫療護理，同埋包括
去庇護領養，去行為支持咁樣，去保護每個動物都會得到一啲應有嘅尊重同埋保護啦。咁首先我就會喺呢個頁面我就會介紹24小時熱線，一啲獸醫診所同埋醫療嘅服務啦。咁係邊同埋我哋嘅動物庇護同領養中心會提供安全、清潔同埋充滿關愛嘅環境啦。同埋同佢哋保證翻，其實咧所有可供領養嘅一啲動物都係會接受一啲健康檢查同埋一啲性格嘅評估，咁同埋確保我哋即係呢啲動物其實都係會同一啲想領養佢哋屋企咧都會成功配對。我同佢哋講翻，我哋會即係如果佢哋一啲想領養動物嘅一啲家庭咧，會做啲咩 support 咧？就係行為嘅訓練同埋領養嘅支持啦。咁為咗係會保護一啲動物順養式嘅家庭，我哋會提供一啲行為訓練同埋諮詢服務啦。咁咧就係同埋我哋嘅活動就係虐待舉報同埋督察服務啦。咁講翻領養嘅一啲資料，可能係呢個網站都會 show 一啲動物嘅一啲檔案啊，會有啲狗狗貓貓嗰啲相啊，佢哋嘅故事啊、健康狀況同埋性格特徵同埋護理嘅建議啦。咁呢啲資料其實都係有一啲專業嘅獸醫同埋護理團隊精心準備去幫助啲領養者去揀佢哋啱佢哋嘅動物啦。咁同埋我喺呢個網站都提供咗一啲清晰嘅領養流程指南，填寫申請表啊、配對啊、家訪試用期啊，到最終完成領養咧。咁我哋講翻我哋FPCA，佢哋都會每一步會提供支持，同埋我哋會有一個領養故事分享嘅牆啦，喺呢個網站，咁就會俾一啲真實嘅領養家庭去分享佢哋感人嘅經歷啊，同埋附上一啲寵物生活點滴嘅照片同埋影片咁樣。咁同埋講翻我哋會提供一啲領養後嘅支持服務，包括係行為諮詢、醫療件同埋社群聯繫啦。咁我喺呢個網站其實都講咗幾個領養故事啦，包括係王仔啊，樂樂啊，同埋 Fiona、豆豆嘅一啲故事，可能係講翻佢哋領養之前係點樣嘅性格，咁到佢哋嘅性格，到佢哋之前一啲發生嘅經歷啊，咁樣，同埋講翻咁之後都係講翻一啲領養嘅流程俾啲想領養嘅一啲領養者咁樣，係啦。咁同埋咧，我都會提供一個領養流程概覽啊。咁其實都個網站都有寫嘅，就係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第四步、第五步，咁同埋俾翻個領養申請表俾想申請嘅人啦。咁當然佢哋會受過一啲經過上邊一啲領養嘅流程先可以領養到啦，唔會貿貿然咁領養啦。係咯，同埋講翻如果你領養咗啲寵物，會有啲咩服務啊？例如係美容服務，即係幫佢沖涼、剪毛髮、去剪指甲，或者係幫佢哋美容啦。同埋講翻係咯，我哋邊啲地方會有啲幫寵物嘅美容嘅地方咁樣，係啦。咁同佢哋講翻，其實會員會有啲美容服務，咁就吸引佢哋會使用呢啲寵物診所嗰啲寵物美容中心嗰啲服務啦。同埋同佢哋講翻，其實要提前預訂嘅。咁同埋即係因為其實有啲人去領養咗動物之後，可能有時會出去做嘢或者旅行咧，有冇啲朋友可以幫手照顧？咁呢個網站就有一 part 咧，就同我哋講翻，其實 FPCA 會提供一啲寵物嘅酒店啦。咁咧，同埋講翻啲地址啊，同埋一啲服務，講翻一啲服務俾佢哋安心咁樣
即係會更有動機去領養動物，因為有啲人可能會食出差或者係會翻去出去探親戚咁樣，係咯。就同佢跟住最尾就同你講翻領養嘅流程，係啦。咁呢個就係我網站嘅介紹，唔該。